提所卡到的金华城的弊案进行这个无报请回防撤销，下晡的2点，搁来开羁押庭。这郭文泰的律师团除了原本的郑清源甲陆正义之外，这回搁增加一个律师萧玉红，伊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出身，捌做过法官。讲这个羁押庭，等一个5点，也则是6点，都会有结果。 今天羁押庭有信心吗？前面的第一点啊，聊一下啦。不要了，把这个我要去。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为厝内行出来，看到真侪媒体的动态。虽然有笑容态度真得听，不过面对问会讲几句话就动起来，惊讲伤济会影响到选尾结果。主席，现在上诉找律师沙盘推演吗？记者一直追问，同款表现，赶上车前往民众党办公室逮捕大楼。 你有信心吗？他来办公室是要拿什么东西吗？慢慢讲。看到媒体同款无加改信，不过高邦义心情就敢有变。主席有打算说什么来跟法官证明你的清白吗？主席有信心吗？早上出门去见谁？本来看起来老神在在，也搁伫咧笑，直到行一百远，规面总落落来。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交入金华城案2号裁定无报请回，保检提出控告。高等法院发回警察讲郭文泰真关心金华城案，本院今仔日透早9点半，搁一摆开羁押庭准备听书。 啊，郭文泰说落来，可能面对的包括无报请回，或者是高保护团，嘛可能是羁押，或者是羁押禁见。郭文泰的律师拖进小行李箱，第一个进场的是前特侦组的检察官郑清源，还有资深律师陆正基。这回律师团搁再加一批，是北检检察官出身，捌做过法官的萧玉红，检调和郭文泰2摆攻防，要甲郭文泰正面对决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